呢個星期，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會議，討論香港嘅政改問題，並且會制定草案，定出框架。一錘定音，係將所有嘅門窗都關起晒，完全冇得傾啦。絕對唔應該因為揾一啲理由藉口嚟阻礙呢個一人一票選特首。堅決反對和抵制公民提名、佔領中環等違法活動。有消息指，要成為特首候選人，要獲過半提名委員提名。泛民堅持唔收貨。我唔要橙，我唔要蘋果，我可唔可以要第二樣嘢呢？將來成個提名委員會嘅程序係被操控嘅，好大可能呢就會提早出現咗佔領中環嘅抗議行動。佔中係咪勢在必行？如果一旦發生，又係咪能夠令到中央改變立場？香港嘅政局要點樣發展落去，將進入關鍵時刻。歡迎收睇時事追擊。有關香港政改嘅決定草案已經定出，全國人大常委會聽日就會表決。呢份草案將會具體勾畫出香港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嘅框架。有列席會議嘅港區人大代表透露，草案寫得好緊，係因為泛民一直拒絕對話。喺呢一個關鍵時刻，拎住立法會26票嘅泛民議員點樣應對呢？佢哋對落實普選又有幾大期望啦？全國人大常委會星期一起，一連7日喺北京開會，當中會討論同審議關於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嘅決定草案。根據消息指，草案會細列普選嘅框架，包括提名委員會需要參照選舉委員會按4大界別分組組成，並且維持喺1200人，需要獲得提委會過半數委員支持，先至能夠出閘成為特首候選人。港區人大代表吳秋北引述委員長張德江表示，香港嘅選舉制度必須顧及國家安全，有心理準備會有事發生，但就冇明確指出係唔係佔中。佢哋一直強調即係過往嗰啲講法要由愛國愛港嘅人士咧嚟到擔當呢個特首啊。人大決議之後咧，都可能會有一啲事情會發生啊。咁呢個中央咧，其實都會作呢個充分嘅準備。我哋嘅常委同埋咧係中央咧係睇香港一國兩制行政長官普選嘅問題咧，唔係單單係睇一個提名嘅程序啊，或者投票嘅辦法，而係整個國家對香港嘅政策。係有冇草案嘅條文係要修訂嘅咧？佢哋有提出。我所聽嘅就冇。另外，草案亦都有規定，候選人人數會限於2到3個人。據了解，草案共有17頁係涉及香港政改，當中5頁係具體內容。人大常委會聽日就會拍板表決，而呢個決定亦都將會直接影響未來香港社會就政改問題嘅討論方向。立法會嘅泛民議員認為，候選人由提名委員會提名，必須獲過半數提委提名嘅門檻，根本係等同落閘，係唔可以接受嘅方案。我覺得30年行嚟嗰個爭取民主嘅路呢，而家真係去到一個相當關鍵嘅時刻。我其實冇辦法去理解呢個叫做食住先，然後呢可能5年10年之後再去改善啦咁樣，因為呢個係唔邏輯嘅。不過有建制派議員就認為，清晰嘅框架有助社會聚焦成個討論。佢哋爭取嘅方案呢，係誤導緊市民，因為根本就係掘頭路，根本係唔符合基本法嘅。咁不如應該喺呢個情況底下講清楚，下一步嗰個方向應該點樣討論提名委員會嘅組成，同埋嗰個民主程序應該係點咯。喺關鍵時刻，今次全國人大會議召開之前，中央多次接見泛民議員。民主黨係第一個政黨被安排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見面。大家係咪仲記得4年前北京喺最後關頭接納咗民主黨提出嘅區議會方案，最後令到2012年嘅政改方案獲得通過？唔少人認為中央希望再次說服民主黨
通過今次2017年嘅政改方案。當年民主黨接受2010年嘅一個政改嘅改良方案呢，其中一個最緊要嘅基礎呢，就係人大呢係會係按佢嘅喺2007年公佈嘅時間表，喺2017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今日北京係要有個責任，係要落實佢所公佈嘅時間。我哋係要求一個符合國際標準嘅普選制度。咁呢個包括咗唔淨止係一人一票去到選特首，仲包括咧喺個提名制度咧係要合理地開放，係唔能夠有不合理咁樣限制提名。喺會面嘅過程入邊，張曉明強調普選要符合4大原則，其中包括普選特首要顧及國家安全，唔能夠選出同中央對抗嘅特首。何俊仁認為中央根本唔需要擔心。其實喺最早即係去到制定基本法嘅時候啦嚇，大家已經設計咗個制度咧，係要確保咧，即係將來我哋嘅特首，當佢行使基本法所俾佢嘅權利嘅時候咧，都會受到好多嘅約制嘅。你要相信市民嘅選擇。如果你唔信任市民，即係有一個明智嘅選擇，何以你要頒布一個普選嘅時間表啫？由於通過政改方案係要獲得立法會2/3議員通過，亦即係47名議員支持，唔計主席曾鈺成，較大機會支持方案嘅建制派有42票。換言之，至少要由泛民嘅議員入邊拉多5票先至可以過關。一啲獨立嘅泛民議員亦都成為中央重點嘅游說對象。教育界嘅葉建源係其中一個，佢認為現時雙方嘅期望相差太遠。喺目前嘅提名委員會個組成嘅情況底下咧，呢個我哋相信咧就係會變相成為一個咧係篩選嘅一個做法。你只能夠咧喺指定嘅範圍裏頭揀，但係如果我想要有第二樣嘢，我唔要橙，我唔要蘋果，我係要食飯啊，我唔係要食生果啊，我可唔可以要第二樣嘢咧？8月20號，26名泛民簽署政改承諾書，定明如果政改方案唔符合國際標準，佢哋將會否決方案。但係面對社會亦都有唔少人認為，即使方案未如理想，今次都應該袋住先。李國麟嘅投票底線會因為乜嘢而改變呢？我而家袋咗先，跟住點？跟住有啲咩呢？係唔係17年之後仲有得改動呢？咁如果你話我寫清楚咗啦，人大嘅決定，而家袋住先啦。不過呢，下一次呢，就俾你有公民提名喎，係咪先？咁你有真正呢，又唔會限制候選人人數喎，一人一票喎，咁寫清楚喺法律上面呢，咁可以有得諗㗎喎。一人一票選特首，呢個係大家嘅期望。我覺得就絕對唔應該因為揾一啲理由藉口嚟阻礙呢個一人一票選特首。而呢，我哋呢個選舉嗰個嘅方式呢，係需要人大常委去批准嘅。咁如果人大常委做咗個決定嘅話呢，我哋呢個係我哋嘅法律上嘅依據嚟嘅。到咗8月21號，距離全國人大常委會開會仲有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仲有港澳辦主任黃光亞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等等，喺深圳同立法會議員一連2日舉行座談會，再度討論政改。泛民不斷強調普選要符合國際標準，但就被李飛批評為似是而非。劃線呢是以自己能不能出閘來解釋國際標準，我覺得呢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使大家容易陷入混亂的一個概念。有份參與座談會嘅莫乃光話，國際標準係指公民參與、提名同選舉權都唔應該受到不合理限制。佢認為同李飛嘅討論幾乎係雞同鴨講。我哋攞翻嗰個承諾書出嚟，嗰個簡單嘅當係一個底線嘅目的，其實正正就係想避免咗呢種咁好似好真係似是而非嘅一啲討論。
佢講係冇單一嘅方法，我哋就講有單一嘅標準。咁其實兩樣嘢呢，可以係冇衝突嘅。雙方立場南轅北轍，泛民議員普遍對通過政改唔係咁樂觀。因為始終其實香港政府咧係要做第二輪嘅諮詢嘅，咁如果而家中央咧喺呢個階段8月尾就落咗閘，基本上同你定晒嘅，咁到時香港政府諮詢啲乜啊？有建制派議員認為泛民冇辦法得到中央信任，無法達成共識，係佢哋一早用錯咗方法。佢哋已經係喺舊年咧發起呢個所謂非法癱瘓中環呢種即係咁惡意破壞嘅一種行動咧，其實已經係本身令到政改一起步咧就已經係插咗一刀㗎啦。咁而家你行錯咗第一步，自己都會睇到喺中期而家呢個問題上，佢哋乜嘢都爭唔到，而且咧係越爭對越緊。官方面對反對嘅力量就好慣性傾向鎮壓，民間面對打壓嘅力量嘅時候就好慣性傾向抗爭以至革命。咁所以今次呢，我覺得如果大家唔喺嗰個增加互信嗰個角度多去做一啲功夫，我暫時我睇唔到有太大嘅樂觀嘅希望。下一節，我哋就要有一個公平競爭啦，佔領中環只係一個姿態啦，佢係違法嘅。咁我哋唔贊成任何一個青年人去做一啲違法嘅事。我哋會同大家繼續探討佔領中環將會為局勢帶嚟乜嘢改變。呢度係油麻地一間戲院。呢日正喺度播放一套韓國電影，佢講述80年代初韓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嘅故事。電影開始之前，觀眾做咗一件好特別嘅事。誰要認命噤聲，試問誰還未覺醒？呢啲觀眾大部分係嚟自香港嘅金融界，佢哋覺得套戲嘅內容同香港嘅情況好相似，希望透過咁樣嘅方式為佔中運動壯大聲勢。佔中唔係一個泛民主派嘅運動嚟嘅，佔中係一個香港民主運動，大家係支持民主嘅訴求，而呢啲嘅訴求都唔會因為有好多人走出嚟反對佔中而令到佢哋對於呢一個民主嘅訴求係消失咗嘅。如果你未簽名嘅話咧，可以埋嚟簽我嘅名。而喺同一日，民建聯亦都喺屯門擺街站，呼籲市民要為保普選、反佔中活動簽名。我希望泛民嘅人士呢，希望佢為咗香港能夠喺2017年落實普選，希望佢哋唔好再去用一啲激烈嘅行動去反對。有都可以埋嚟喎。我哋希望呢，佢哋能夠真正嘅考慮下香港多數人嘅意見同埋心聲，大家都希望和平，唔希望暴力，唔希望佔中嘅事情發生。8月17號，多個團體同市民由維園起步，表達佢哋反對佔中嘅訴求。話啲佔中塞住中環㗎嘛，係咪？即係貿易都唔使做啦，係嘛？佢佔中癱瘓香港嘅交通、經濟各樣嘢、民生活動，咁都係合法。我唔相信咁樣都合法，係嘛？有啲市民仲帶埋小朋友嚟參加。不過有傳媒影到部分團體喺遊行之前請會員食飯，亦都有報道話有人向參與遊行人士提供金錢或者係其他利益。佔中同反佔中對陣，雙方嘅團體都分別用上民意牌嚟展示香港嘅主流意見，但呢一種造成撕裂嘅社會局面，對收窄彼此嘅分歧又帶嚟啲乜嘢幫助呢？追求公義嘅道理，追求公義嘅道理。我哋去到山上，我哋一齊。上星期日，佔中3個發起人喺香港公園舉辦全民登山活動，佢哋趁全國人大開會之前，呼籲大家要做好心理準備，一旦人大對政改落閘，
將會發起佔中同連串嘅不合作運動。嚟支持活動嘅唔少都係金融界人士。咁我哋基本上係去到無可以其他大辦法都冇可能同政府溝通嚟講，咁我哋覺得基本上佔領中環係可能最後一着，咁或者我哋話向政府同埋中央話俾佢聽我哋需要嘅訴求咯。一個真嘅選舉唔係淨係一人一票嘅，咁我哋要揀一個我哋可以中意嘅特首，我哋覺得可以為香港更加好嘅發展嘅特首咯。同樣係金融界人士嘅錢志健，舊年3月同戴耀廷會面之後，就開始積極參與佔中行動。佢本身係一名對沖基金經理，2000年由美國回流香港之後，就喺中環開咗自己嘅公司。我就14年前我已經佔領中環啦，其實已經，但係我佔領就係日日返工嗰種佔領。現時提名同選出特首嘅選舉委員會係由4大界別1002人組成，當中只係有少數界別嘅委員係以個人票投票產生出嚟，而其他大多數界別都係嚟自公司又或者係團體票。錢志健所屬嘅金融服務界已登記嘅投票人有500幾人，全部都係團體票。佢認為變相剝奪咗佢嘅選舉權利。錢志健話：一個公平嘅制度，市民唔應該只係得一人一票有得選舉，擁有提名權亦都好重要。我咧回流咗翻嚟10幾年，我冇辦法咧去選啦。即係你話嗰個金融服務界啊，咁點解係要有啲特權人士先至可以去入到某啲界別呢？提示你3個嘅 candidate， 第一個咧係梁振英，第二個係姜蓉，第三個係周融。你點選得落啊？你唔好講笑啦。不過佢就唔希望佔中會發生。佔領中環只係一個姿態啦，對於我嚟講，我哋需要嘅嘢有個國際標準嘅方法去揀特首。如果有幾個候選人我都唔中意嘅，咁我咪唔投票咯。即係呢個係我可以表達我自己意願嘅權利嚟噶嘛。范俊華係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嘅仔，佢同媽媽一樣反對佔中，係因為唔想年輕人走錯路。第一，佢係違法嘅，咁我哋唔贊成任何一個青年人去做一啲違法嘅事，因為咁樣係將佢嘅前途擺上去賭台度賭。第二，佔領中環呢，亦都係會令到香港嘅經濟受到嚴重影響。咁我哋唔覺得因為一部分人嘅訴求就可以犧牲其他人嘅生計。范俊華本身嘅會計師行雖然位處上環，但佢就擔心，如果佔中達到一定嘅規模，會影響其他地區返工放工嘅秩序。上環同中環其實係連住一齊嘅，咁如果中環受影響咧，上環咧就一定會受到波及嘅，即係我哋返工放工都會受到一定程度嘅影響，街道亦都會擠塞。而代表中小企嘅吳家榮就認為，業界擔心佔中會令銀行服務癱瘓，導致中小企嘅資金冇辦法周轉。金融中心佢所有嘅關於錢嘅嘢都喺度轉嘅，我哋中小企就要錢要轉嘅，你唔俾我中小企轉就行唔到就生意做唔到，呢個就我哋擔心啦。要評估短期內中小企因為佔中而蒙受嘅損失，吳家榮認為時間就係關鍵。佔領中環個時間長，我就成日都話時間長與短係影響好大。我當食肆為例，食肆唔做一日生意可能10萬8萬，咁你2日就幾廿萬噶咯喎，3日咁你點樣如此類推落去？當然咧，中環裡面嘅好多中小企嘅其實食肆細嘅報紙攤，呢個短期內對我哋影響就係你嗰幾日根本我哋做唔到生意，甚至乎會結業都唔出奇嘅。馮生同李生係中環利園東西街販商協會嘅正副會長，佢哋攞住家族傳落嚟嘅牌照，喺呢一度經營檔口已經有30-40年。佢哋話只係希望未來一切平安穩定。我哋要求咧就係食啖平安飯啫，平安，即是唔好亂。話就話係和平佔中啫，始終有一啲係破壞分子嘅，係嘛？邊個擔保到時真係100%和平啫？冇可能。如果你佔一日，我都冇所謂。不過戴先生，你可唔可以佔一日，要人哋即刻走，人哋聽你話咧？你有冇乜力量啫？經濟學教授雷鼎明曾經估計，如果佔中令到中環停市，
將會造成每日16億港元嘅損失。不過喺錢志健睇嚟，呢啲純粹都係假設嘅後果。其實佔領中環係一啲都唔恐怖嘅。第一咧，佔中本身唔會影響到個交易所，個交易所嗰個嘅資料庫啊，個 data center 根本就喺將軍澳。咁第二，如果你話有5000人，講緊6個鐘、9個鐘都拘捕晒啦，翻去咗橫竹坑嗰度啦。若果我哋將一啲真係假嘅選舉嘅制度引入咗香港，而令到香港咧係可以講話永不超生、萬劫不復，行咗條錯嘅路，咁其實都係一個歷史罪人，甚至先至係真正嘅歷史嘅罪人。若果人大常委嘅決定係去到一個地步，譬如話一定係要提委會1/2以上通過提名，咁咧我諗呢個就已經係冇任何嘅轉彎餘地，即係話冇機會有任何嘅可能性咧，係無論將來政府提出方案係點樣，或者經過各方點樣談判都好咧，都冇可能得出到一個符合到國際標準嘅方案咧。咁我諗我哋唯有就即係要去進行嗰個全面佔中嘅行動㗎啦。人大常委會聽日就會公布對政改問題嘅表決結果。而家企喺十字路口嘅香港，究竟要點樣行落去？考驗緊兩大陣營嘅智慧。跟住落嚟係播映6合彩，之後係高志森微博，請繼續欣賞。